来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伫咧2021年的时阵成立，这嘛是欧洲头一个以台湾为名义的代表处。不过，从成立到今，是直直拄着去互改名的风波，包括立陶宛的总统甲总理拢捌提出对名称的疑虑。那中国嘛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。那咱国政府这边是积极展开甲立陶宛各种的合作，希望会当建立稳定的关系。自从咱驻立陶宛代表处用台湾号名甲单，常常拄着外界要求改名的挑战。立陶宛总统瑙塞达、准总理帕鲁克斯拢捌讲，这个名是外交错误，引起改名疑虑。那我觉得跟台湾建立这样子的关系，有我们这个台湾代表处的名称，勇于做第一。那我们也一直提醒，然后也一直跟立陶宛人沟通，就这个是对的方向，你们是非常有远见的，然后我们也一起努力走了这么远，我们要继续走下去。因为立陶宛准台湾作为代表处的名，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。2021年12月，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降91.2%，不过立陶宛并无屈服压力，积极开拓其他的市场，并且得到来自欧盟加其他国家的支持。其实中国经济胁迫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当然，他们很努力的挺过来了。那中间当然有很多各国的协助，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自救的机制哦，怎样去分散这个风险。立陶宛也动作也很快，马上去 WTO 提告。2023年，台湾伫立陶宛206个贸易伙伴内面，贸易额排第58位。立陶宛对台湾出口主要是光学、化工加食品，进口台湾的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、运输工具。自疫情时代自然外交，到即马台日双方伫海运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等层面有几多项合作。疫情之后开始就有送口罩、送疫苗的友好的一些往来。那再加上后来我们还有开设了我们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。那接下来之后还有很多的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、文化的合作。无论是不是改名，这种代表台湾甲立陶宛的关系重要的突破，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两个国家应对中国外交压力的韧性。公司新闻刘玉婷，立陶宛采访报道。